这个客家方言内的专题，两礼拜会向这边紹介嘅係客家式嘅入場提示，係1907年到新竹北部出世田南光，佢係北部名人姜秀蘭嘅後代，也曾經當行入場，係專精日本最新嘅寫信入場技術，也為台灣為故鄉北部留下超過6000張同珍貴嘅歷史相片。佢算係台灣新浪年代入場界最尊崇嘅領導者。民國8年入場史上天出紹介人物，為了紀念其藝術貢獻，新竹縣政府老田武嘅後代，喺到北部感染成立嘅田南光洋上紀念館，變作地方重要文化資產，有當國嘅文化嗱教育意義。但有8年是欧亞爾都種下界老同婦人家，仲能革新界龍骨千種風情界9加5，還有1941年都北部提起協導客家人按照網上界隨五，也條社會生活界寫實影像都係田南光翕出來嘅。田南光1907年出世，北部名人姜秀蘭嘅後代。也將其後生世界到日本翕拍嚟嘅相片，仲能當線調解設備廊，那能翕相機。該種染到有性格嘅容兒，都看得出有錢人家肢體嘅浪漫性格，還有藝術吹情。佢小學畢業以後，差不多1-2年嘅時間就去日本讀書，日本嘅中學，因為中學畢業以後，就喺日本嘅法政大學修這個經濟系，所以經濟系的時候，那個台北的地北都有一個俱樂部的活動，也有參加寫真卡梅拉的寫真這個俱樂部，就是專門在照相的俱樂部。台北市推田南光就有意推德國嘅旅客翕相機，加用世界假設買到推北嘅動物。才遠草、才動景，翕拍嚟當到該用時最流行嘅相片，用嘅係群起嚟嘅觀察。假如向看到馬界就翕馬界嘅寫實風景，老傳統沙量，從事唯美看起來為講嘅風景冇強弱，客家生活嘅呈現出雙向嘅風情。畢業過後，田南光就攞兩種熱點性嘅入場技術帶進到嚟台灣。在1935年之後回到台灣之後，他就開始拍了很多北埔他自己家鄉的東西，這裡面就有很大鮮明不同。他已經把他個人這所謂的單獨投射的東西，已經轉入到地方，他自己的家鄉，他自己的北埔的地方，這裡面就有強烈的比較有社會性的那種觀念出現。這一定有他想要幫北埔留下一些時代見證的東西。除咗社區民眾百姓嘅生活，加出嘅共同記憶，咪在田南光嘅鏡頭下一一呈現出來咧。就那個時候跟我爸的時候，很喜歡帶我哋嘅聲音去聊。嗰陣時是我是差不多，這個是差不多初中的時候我哋他全家出遊到淡水關渡。關渡跟那個地方很多漁船還在停在這裡做捕魚嘛跟住現在把有推車載開就車這個5個兄弟姐妹坐在這個車子在這個是這個5個兄弟姐妹的一個相片是這樣子。1934年台灣社會普遍下窮苦，田南光透過鏡頭視察嘅記錄下歷史嘅演變，一直到1970年嘅末期，橫跨40年嘅入場之路，佢留下嚟超過6000種嘅年版，都係最珍貴嘅文化資產。鄧南光影像紀念館是台灣第一個紀念影像的第一個館舍。鄧南光呢是台灣早期的前輩攝影師在台灣30年代、40年代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大世紀那個時代的動盪，整個影像記錄鄧南光當時他有一個概念，就是用寫真的拍照手的方式來做記錄。他站的是一個指導者、關鍵者、宣啟者的一個路線，所以他在台灣的整個攝影發展的歷史意義是有非常鮮明的意義。
录像片唔但将那类反映天气，佢哋記錄嘅詩體，有藝術涵養，還有文化嘅浸透。鹽人家老作品都係一種東南地嘅共強文化粹。還加台南港累積嘅動態量嘅鹽人作品，內容包含嘅語文、景色，還有各種嘅生活。留下嘅係詩體嘅見證，咪算係佢當特別嘅生命觀點。客家新聞潘建路、汪小琪特別報道。